台湾私人的交通工具密度高，不管是机车，也或是汽车的驾驶，拢需要更较好的注意力甲反应能力。这对高龄的驾驶来讲，可能拢是挑战。台湾伫2025年正式来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是要安怎来确保着长辈驾驶的权益甲安全呢？交通部为2017年开始增加高龄驾驶人的管理制度，只要满75岁驾驶人，拢要通过体检甲认知的测验，而且每3年要换一届驾照。但是这款的测试，敢真正会当翻译出高龄者实际驾驶的应变能力呢？台湾现行的制度是不是还阁有改善甲讨论的空间？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高龄甲一般的驾驶人伫道路顶会拄到的各种突发的状况，还阁有台湾的交通到底要安怎来改善，才会当互用路的环境愈变愈好。好，没有，继续对。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因为体能问题驾车发生问题。我并不认可用失智症来判断是公平，因为失智症的功能丧失跟开车可能真的不一定有关系。换照以后，它还是会发生事故，就代表我们这样子的一些测验的方式可能不是非常的适当。整个驾训制度、考训制度都必须重新调整。35天来学就要可以考驾照，根本不符合实际啊！有一名高龄76岁的林姓驾驶，疑似把油门当成刹车，暴冲冲撞整排机车，不足短短6秒就造成11辆机车严重毁损，有些车还只能报废处理。2025年，台湾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现在每个台湾人都有一个是65岁以上老大人。你敢有试过因的驾驶安全，或者是可能发生的风险无？74岁陈姓贵妇开进口百花名车，行经新北新店社区发生车祸，直到撞到前方白色休旅车，她才停了下来。肇事的前里长在当地连任4届，目前已经85岁，属于高龄驾驶。他供称因为要转弯没看到才会撞到人，之后被依过失致死罪送办。听看到事故画面，让人心惊胆吓。根据统计，2024年交通事故高龄的死亡人数有1250个人。将近2成，是属于事故责任较大第一当事者。因为通常他会判断失准，尤其在一些突然的情境发生之后，他可能会油门跟刹车会搞不清楚，所以他应该踩刹车，但是他会误踩油门，然后而且一踩他会踩得更紧。然后就会产生很严重的自撞车祸。对于2017年7月开始，交通部发布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满75岁的汽车驾驶人必须照制度换驾照，确保安全性。做75岁长者驾照换照的一个检查。好，那您帮我拿着单子，往后面的4号检查站先进去考视力检测。好，谢谢。来第一关哈，来，请看一下数字3的下面缺口是哪一边？往上。好，数字4。往右。好，数字5。往下。好，数字6。那是往下。测量结束。好，可以了，请下来。好，请说一下这个是什么数字？97。好，这个5。再来。23。好，这边。哦，73。好，来这边。3、15。等一下要麻烦您听到声音的时候，可以举手或跟我说左边还是右边。好。好。体检确认基本的身体功能无问题，高龄患者佮进行认知功能的检测，会当伫病院测验，卖当选择到监理机关进行。在认知测验的服务当中呢，基本上会涵盖3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呢，就是对时间呢还有地点的一个认知能力的测验。今年是民国几年？民国114年。几月几号？3月，今年3月7号。3月7号。不能看手表。3月4号。今天是礼拜几呢？星期2。好，那这里是哪里呢？这是监理所，台北市监理所。
第二个程序呢，就会着重在他的短程记忆的思考能力的测验。这边呢会有10个图片，好，那要麻烦您背名称的部分，好，那顺序里面的顺序不一样没有关系，您就尽量背。等一下我们要默背。好，那我们公布答案哦。好，单行道有，救护车有，叉子有，苹果跟机车都有。那我们第2道题也是满分哈。那第3个程序的话呢，就会在于他的判断力跟手脑并用的一个能力的测验。空白处的地方，帮我画一个圆形的时钟，画一个大的圆形时钟。好，然后帮我把里面的时钟里面的数字写出来，画得很标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测验啊，就全部都完成了。好，那今天就恭喜过关哈。那这里哈，我们驾照哈就已经帮您换新的了。认知功能检测可以用来测试判断力以及对于时间、空间的认知能力，又或者是像背出题库中，这是单行道、红绿灯或是救护车等图示，用来测试你的短期记忆能力。但这样的评鉴方式真的可以有效检测出高龄长者是否还具备完善的驾驶能力吗？应该是够，但是也会有些例外，因为这个年纪一大，有些突然的疾病你不可预测的，这个突然发生的话，所以常常会有人说这个油门刹车混在一起。我想这个其中也是之一的，这你没办法预料的。对于反应方面，如果能够测试的话，最少就是说比较不会。就是比较迟钝一点。满70个岁，特殊换驾照的制度实施以来，高龄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也是继续增加。其中，高龄驾驶肇事的人数也无明显减少的趋势。专家讲，目前用判断甲无实地进行的人体功能检测来做驾照评估的根据，敢若还阁有讨论的空间。我并不认可用失智症来判断是公平的，因为失智症的功能丧失跟开车可能真的不一定有关系。事实上，失智症的记忆的丧失并不是所谓的那个这些动作的记忆，它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些事实上的记忆，就是说它是一些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可它对于他会做的技能，他不一定会忘记。阿姨复健多久了呢？复健多久？1个月。医生讲，安全驾驶必须要有美丽的脚手协调认定、反应认定加专注力，这技能拢会随着年岁增加或者是病变渐渐的退化。多方合作，才能确保老大人赛车的安全性。我觉得在医疗端，我们认为真的需要遵循一定的制度。就是说你要有游戏规则给我，不是把这个问题丢给医疗端，说医疗端来判断就好。好，那第二个就是，可是我觉得啦，我们医疗人员一定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啊。毕竟有时候这些长辈的状况，特别是他长期就医的医生，他可能会比较清楚，他真的适不适合开车。医生认为，在完整制度的建立之下，病人若发现有时大人的身心状况不适合继续持有驾照，嘛会主动通报监理单位处理。若个人驾驶，敢有需要重新上课训练，甚至重考驾照，嘛引发到热烈的讨论。其实我一直在找当初的那个，到底当初是谁认为说台湾的高龄驾驶是不需要回训这件事情？在这种普遍扣点回训很普遍的情况下，其实这个高龄回训的存在意义的确比较小。可是台湾是连平常的扣点也不用回训，几乎是。你很少听到有人因为被扣点而吊销驾照要回训的，很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可能自己就是对于路况啦，还有交通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法令的话，如果有新的，其实我现在自己来讲，像这个开车有时候这个现在有什么？要右弯、左弯，尤其这个大马路，对不对？走这边不能右弯，那边不能。这一点哦，有时候会一点，所以如果有机会上课一下也没关系啦。打档，好，打灯，打灯，好，让他们知道这安驾的过程啊，注意别人的没注意，小心别人的不小心。
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的，而不是再回到场内来练这转方向盘。他们都已经转了这么多年了，根本不需要啦。操作模式也知道啦，只是说道路经验符合现在的时事啦。我比较觉得应该这样子。甲附近的国家日本或者是新加坡来比，台湾一直到75岁才必须换个人驾照。部分的专家认为，有可能偏过标准也太过松动。有些就是只要做这个认知功能测验，就当初就要看你的当初的考照的制度是不是非常严谨嘛，哈。应该这样讲啦，就是说驾训制度跟考训，就是等于考训制度都必须重新调整。来，再一次倒档。好，导灯。目前在台湾考汽车驾照，民众爱满18岁申请学习驾照，经过3个月学习，通过笔试甲路考，才会当合法上路。然而，实际上课时间甲考试内容拢别无偏向。在台湾的场内考试的很多考试的制度来说，比较像是在记忆口诀的这种模式哦，比如说。多数的教练都会告诉你哦，到这边转几圈，那甚至是他给你的一些参考物是马路上不曾出现过的一些，或者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参考物。道路驾驶的部分必须再增加，这样子才有让他真正能够上了路之后，可以真正在路上开车。哎呀，道路驾驶它时间太少，哎呀，时速太少。是踩刹车，正常档位是否在 P 档 ？OK， 发动，手刹车，哦，手刹车，手刹车也要检查，手刹车，发动引擎25岁以下人士报名甲分班1个月以来，已经上81个驾驶课，这是伊第2摆实际赛车。死角还是要看哦，转到底，像这种叫大弯都要转到底哦。差别在于外面要注意比较多，然后在场地都是速度都要很慢，然后在外面速度很慢会很危险。那你觉得，如果说今年你75岁了，你觉得道路驾驶会安全吗？我觉得蛮不安全的，我应该75岁，我应该是搭车的。甲汽车来比，台湾考机车驾照更较简单，普通重型机车的初试，先参加2点钟的道路安全讲习，对当进行笔试甲路考。汽车危险感警进题，它就是跟你们介绍说，路上真实的情况是，其他用路人是不遵守交通规则。阮彩虹同工，拢总有17位民众来到台北树林监理站参加考试。有11个成功考过，大部分认为内容简单。严格来讲，是误会啊，严格保证会当成功过关。到满18岁呢，我要把握好。到75岁，你可能因为老了，就是退化那些什么都反应很慢，我觉得还是要再回来，就是再训练一下。到70几岁，小孩也大了，我不需要接送小孩，对，然后也有一些就年纪大，可能反应没那么快，的一些考量，所以我应该会年纪大就会选择坐计程车吧。现场有一个正认真观察人考驾照的先生，将要伫最近换驾照。作为一个个人驾驶，伊甲记者透露心声：身体机能退化，这是自己也控制不了。有时候你觉得没问题，可是一旦发生了，你都不知道会怎么样。那我们也不希望说自己因为体能问题、驾车发生问题，造成社会的负担。好，摆头查看做一遍。过车路就爱细致，上路无想要家己性命出现意外。许多人驾驶环境也无应该这么简单，红强制取消。回归到这个问题，就是大众运输没办法填补的部分，你势必一定要靠自由运具。偏远的地区或偏乡，那些不管是高龄者，可能还是需要开车。交通部统计到单，大概有18万的老大人已经自愿将驾照交转来。成功办理换照的件数累积到74万件，
即卖需要违规，才会当强制换照的规范，监判监督75岁以上的时代合法持有驾照。到底要安怎对源头解决问题呢？政府都有对于特定的族群都有补贴的政策，比如我们交通月票是针对我们的通勤的族群嘛，哈，我也建议啦，对于真的高龄者的族群，我们也可以用补助的方式，让他能够去乘坐这个类似这个比较多元应该讲说比较友善的计程车，让他能够坐计程车来代步。在我们所有的交通管制的方式跟交通工程设计的方式，都可能要基于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里面，都要去做一些全面的检讨跟改善。如果交通情境是比较多元、复杂、危险的情况，那对我们高龄者也不太公平。那因此，我们也要同步去改善我们的交通环境。尤其我们进入超高龄社会之后，我觉得改善交通环境说不定是比较治本的方法。人本交通意识起源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基础的交通建设，或者是法规条例，拢必须要将高龄驾驶需求列入考量，打造更加良善的用路环境，保障每一个用路人的生命安全。